马路旁架了一整排500万大遮阳伞。这里是士林赫赫有名的碗面街，曾经陪伴许多女性度过花样般的青春岁月。婆婆早期就在这边玩年，她已经做很久了。你看婆婆也这么做了这么多年来，她都能这样子做，那我觉得我年轻的我应该也是可以像她这样子做。郑菊珍在碗面街摆摊9年，但在这条街上却还算资浅。从原本工作稳定的美容院搬到路边摆摊，这位娇小的客家女性彻底发挥了强韧的适应力。像你每次出来啊，你就一把伞，对，下雨怎么办？下雨也是一把伞。一双巧手来来回回，客人脸颊慢慢的变得白净光滑。西牙记唔按讲，西牙记唔按讲。哦，小姐就是西牙记，就是小阿姐的意思。对，嘿，漂亮就是唔按讲，嘿。婆婆妈妈从顾客变成好朋友，碗面还兼话家常。在郑菊珍一松一紧的手势间，不止传下古老手艺，还把客家妇女勤俭坚韧的生活智慧不断绵延下去。西牙记唔按讲，西牙记唔按讲。